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溪堤乡虎头兰的产量占全国的80%。花农讲，今年虎头兰的产量比往年加真好。今年佫推出着细叶种的虎头兰，正适合小家庭。特别到旧历过年，花农无闲次次种绿花卡，包装出货，准备上市。鱼池乡的兰花，我们包含虎头兰、蝴蝶兰以及我们的国兰已经开花喽。今年的花况刚好在我们过年前后，那邀请大家一起来我们鱼池乡赏樱花、买兰花。虎头兰代表吉祥和福气，放伫咧厝里会当增加过年气氛。溪堤乡长关义环拢来甲花农斗推销。花农嘛，教民众买什么色水会较好看。红色在室内并不是非常，除非它的亮度，它家里的那亮度够。我建议的还是买绿色、白色的，还是粉红色的比较好看。虎头兰除了会当看水，嘛适合摘花。今年虎头兰的产量比旧年好，批发商提早来款货，想要买货民众就爱把握机会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